2025年国际诺鲁兹节庆祝活动于4月24日在北京举办。此次庆祝活动由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举办。国际诺鲁兹节是中亚国家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庆祝诺鲁兹节寓意人们对新生、希望与繁荣的期盼，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创新的重要纽带。在我的国家，我觉得诺鲁兹节象征着大自然的更新，也是春天的到来。对，也我觉得跟中国的春节很像。我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过这个节日。像清华大学、北大大学那边的中亚的学生，每年都会安排诺鲁兹节，所以我每年都会跟他们一起过。那天我们所有人都会穿新的衣服，穿着自己传统的衣服，然后跳舞呀、唱歌呀。活动现场，塔吉克斯坦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表演了带有民族特色的节目，展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风采。中方演员也带来了川剧特色表演，让在场嘉宾们充分领略到这场中塔文化交流盛宴的魅力。Эта песня была сама про Навруз, какой это великий праздник и как его любит народ, чтят все и дети, и старики, и молодые. В общем, песня была про Навруз. Да, я знаю, что вся Азия празднует Навруз, и это очень здорово, это нас объединяет. 近年来，中塔两国文化领域的交流十分活跃。此次国际诺鲁兹节庆祝活动也为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注入了新活力。